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全国高中以下学校，也有一寡大学拢按算下礼拜，也就是新历2月25正式要来开学。有的要来讲，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维护学生囡仔，也有教职人员伫咧学校安全，也有健康问题。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召开专家咨询会议讨论了后，教育部即摆经定各级学校停课的标准。像SARS共款，其中高中以下学校一班若是有一个老师或者是学生囡仔去为着确定的病例，这班就停课。若是超过一间学校内底有2个老师或者是学生囡仔去为着，安尼就这间学校爱停课。另外，停课的时间定伫咧14天。也有大学停课标准的部分，是一个老师或者是学生囡仔，若确定为着变做病例，安尼老师也有学生囡仔在课程拢爱暂停。另外，若是超过2个，安尼规间学校都爱停课，这是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